另外来看这新德县的新埔呢，前几天才发现有牛是走去这草园园内底咧偷食，即马佮传出这个牛呢是走出来到车路，而且因为天色是正暗，有一台车闪袂赴，转直接安尼弄起哩。后来警方对查确认，就是附近这姓刘的人所饲的，除了是依法裁罚以外，也会通报动保所处理。车路顶雄雄出现几啊只牛咧踅街，来来去去的车辆赶紧走闪。不过，也是有一台车白虎大东啊，直接将牛弄落去。虽然驾驶无受伤，不过也是去互牛去吓惊到。他开内线，他看到一个黑影这样子跑过来，然后他就闪到外线去，结果牛就一直撞着过来了。这牛甲前2天撞入去别人家的草莓园的牛，其实是同一批主人。当地里长讲，牛四界走，早就已经不是第一摆啊。人车都被吓到过，吓到过，但是怎么讲他都不会改善。一般人养牛养什么羊那些都马是围起来，关着再养。尾仔经过警方追查，目前已经确认是附近老城事主伊饲的牛，所以依交通管理条例罚主人以外，来通报动保所甲农业处来处理。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84条举发，并依权责通报新竹县动物保护防疫所及农业处。警方在此呼吁，饲养动物请落实看管责任，以免造成衍生事故，危害用路人的安全。饲主在养牛的时候，仍然要依动物保护法第5条，要使动物避免，饲养动物时避免动物遭受伤害。那我们一样会发函请饲主到案说明。动保所指出，牛算是经济型的动物，虽然无受动保法约束，不利个牛的主人因为照顾上造成动物受伤害，同款有疑似违反动保法第5条的规定，会要求主人到案说明。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。